我要好多謝香港兒童文藝協會同埋啟基學校嘅邀請啦。咁以戲劇培養幸福兒童呢個題目放喺任何時代、任何文化都係有意義嘅。不過放喺呢個時候嘅香港呢，就特別迫切，因為佢似乎係針對近呢幾年香港教育界所面對嘅議題，就係兒童嘅心理健康。胡寶壽博士佢喺邀請信裏面講咧，就係話呢次活動嘅目標就係透過聚會匯集更多關注兒童精神健康嘅力量。我哋嘗試以我哋嘅專業去回應時代。咁我相信呢，任何一個專業佢嘅尊嚴就係在於佢能唔能夠解決到當前嘅一啲問題。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可持續發展咧係有17個目標嘅，但係你留意到佢第3項同埋第4個目標就係健康與福祉啊！福祉咧英文係 well-being， 健康係 good health。福祉子呢個字咧，有啲人亦都將佢解做幸福。咁另外就係優質教育同埋身心健康，係同可持續發展嘅第3個目標同埋第4個目標有關係。幸福係一種客觀存在嘅狀態啊，抑或係一種主觀嘅感受？如果係客觀存在嘅狀態，係我有啲乜嘢條件我叫幸福，定係話如果主觀嘅狀態就係我點樣去諗、點樣去睇、點樣感受呢個世界，我係幸福。咁我哋中國人有一句説話就係知足常樂啊嘛。咁然後亦都有一句説話就係人心不足蛇吞象。咁於是如果我哋係有好多好多嘅慾望咧，我哋係唔會得到滿足嘅，即係我哋永遠都係喺一種缺失嘅狀態裏邊，我哋又唔會有幸福嘅感覺。相反，如果我哋知足，儘管清茶淡飯，但係我哋都覺得係好平穩、好安逸。我覺得咧，幸福感係屬於心靈嘅嘢嚟嘅，佢唔係純粹肉體上邊嘅快感，亦都唔係純粹好快樂嚇，即係睇一個喜劇笑，唔係淨係咁樣嘅，佢係心靈嘅嘢嚟嘅。所以喺心靈上邊栽培，就能夠體會到幸福。呢個係第一個即係結論啦。咁近年香港嘅教育議題有2個係我哋經常都聽到嘅，第一個咧就係多元智能啊，然後最近係提倡價值觀教育。咁其實多元智能咧，我哋睇到一樣嘢就係喺小學推行表演藝術係優質教育好重要嘅標誌，亦都係優質教育嘅內容嚟嘅。即係話，如果一間學校佢本身係有表演藝術嘅內容係好豐富嘅咧，就標誌住呢間學校係有優質啲嘅嗰個成數。並且咧，表演藝術本身係優質教育嘅內容嚟。咁我聽講啟基學校就係有呢個藝術總監胡寶壽博士，咁即係話咧，啟基學校係好重視表演藝術或者廣義嘅藝術嘅教育啊。價值觀教育似乎帶有敘事因素、人物形象、情態處境、行動抉擇嘅形式更為有效。我哋睇一幅畫，我哋可能係感受到佢嘅逼真，或者感受到佢創意，但係我哋好難去處理到或者體會到背後嗰畫嘅好複雜嘅嗰個故事。但係如果一個有故事背景嘅，譬如小説啊、故事啊或者戲劇呢，佢因為涉及到人嘅處境、人嘅抉擇、人嘅性格，咁就多多少少同價值教育好有關係。咁所以如果各位家長、校長、老師，你想向你哋嗰個氛圍裏邊推動價值教育呢，應該要多考慮引入故事或者引入戲劇方面嘅教育。第3個部分呢，就係涉及到戲劇活動同成長嘅關係啦。即係兒童嘅幸福感係有佢嘅想像嘅。咁我點樣用戲劇令到佢覺得佢係幸福嘅呢？點樣指導同學創演戲劇片段？咁呢個呢，就係涉及到戲劇處境，涉及一件事，人喺一個狀態裏邊要有情景直覺，人同人嘅關聯意識。即係譬如喺一個處境裏邊，2個好朋友要分別啦，咁2個人有種依依不捨嘅感情，咁係點樣嘅一樣嘢呢？咁點樣去表達呢？點樣好好説再見呢？咁呢個就係我哋啱啱演完一個聽心的孩子好好説再見嘅內容啦。咁又或者我哋前嗰排演愛因斯坦和他的小小指南針。愛因斯坦細個嘅時候係有語言障礙嘅，但係佢阿媽佢爸爸冇放棄到，不斷同佢揾學校。咁於是我哋睇到成個過程呢，就產生好大嘅共感啊！咁呢啲都係敘事因素所帶出，或者係處境裏邊帶出嘅。呢個係我嘅簡單結論。點樣通過戲劇一種充滿想像力各樣嘢嘅嚟到去令到呢個小朋友有一個創造更多嘅幸福感？
咁第一，遊戲排練演出過程本身就係一種有快感嘅行為嚟嘅，所以佢本身係同幸福呢件事係好近嘅。第二，故事因素對價值教育係有重要性，所以如果佢覺得自己學習到一啲嘢，佢會覺得自己係有一種幸福感。第三，戲劇嘅表現涉及模仿同埋扮演，如果佢覺得自己掌握咗模仿嘅能力，扮演到一啲角色，佢覺得自己能力上面有提升，所以呢個都係一種幸福感嚟嘅。第四，戲劇嘅本質在於處境行動，讓佢思考一啲人生嘅，可能佢雖然係小朋友，但係都有佢嘅人生嘅處境㗎嘛。譬如佢屋企要移民，咁佢有啲朋友唔捨得，咁呢個都係佢處境。或者佢考試考得唔好，佢好驚俾爸爸媽媽簽名，嗰個晚上佢都15、16㗎。咁呢啲咧都係即係如果佢明白到佢要面對嘅，咁呢個都係一種幸福感，廣義幸福感。咁最後咧，我有一個結論嘅，我思考就係我哋要話俾小朋友聽，世界係美好嘅，社會冇問題，生活一切順利啊！抑或世界雖然係有艱難，譬如有戰爭、有動盪、有疫情，社會有唔少問題，譬如貧富懸殊、有唔公義，生活並唔完美，譬如大家生活得好困苦，家族離散，爸爸失業啦、生病啦，或者考試唔合格。不過我哋唔會灰心，因為我哋有希望，我哋有回憶，我哋會好好說再見，因為小朋友、大朋友同在同行，小朋友與小朋友建立咗友誼，每個人都有勇氣走向未來。呢個係高層次嘅幸福感。幸福感並唔係無憂無慮，幸福感係能夠手挽手同行。